倩影，倩影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沙子迷了眼睛。这湖边哪来的沙子呀？倩影，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？告诉我，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。真的没有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就算了。不过人生苦短，我们不应该再纠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好吗？给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的金面具啊！不过，这实在是太贵重了，倩影不敢收。倩影，这金面具是我亲自设计、亲自监督工匠打造的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可倩影真的不能收。倩影，这是我第一次送你孩子东西，难道直到现在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倩影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，承受不起公子如此的厚爱。何时天会晴？雨后的世界，一望难尽。在思念湖畔，回首起，我在黑夜。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而逝。这金面具，我为你一人打造。你若不收它，它还有何意义？这么美的金面具，丢了实在是可惜。公子直接给我戴上吧。好。情缠一波，曾经拨弄我的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梦何时才会清醒？醒来之后，只想看你的眼睛。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何夕？许过的愿还留在天边，心里的白发又平添。过一天一年，何时再见？过一天一年，何时再见？
我知道，你为什么想留在京城。对不起啊，大师兄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和易欢从小就定了亲，我又是大明的太子，朱明联盟的核心，于公于私，你都没办法跟我抢易欢，所以你只能把你对他的感情埋在心里，以致一语成疾。大师兄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我的一个心病。等将来有一天，你和易欢成了亲，有了孩子，我也许慢慢就放下了，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。我相信。其实你比我还大1岁呢，只不过因为我的身份特殊，所以师父们让你们尊称我一声大师兄。我相信你比我更知道分寸。大师兄，在我的心里，兄弟之情一定比儿女私情更重。但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既然是兄弟，就应该无话不谈。我在山西照顾小师妹的那几天里，小师妹昏迷的时候，嘴里面一直喊着“朱哥哥，朱哥哥”，还有龙小弟，龙小弟。他自然是挂念我的。至于那个康熙，不过是随口叫几声吧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我照顾他一晚上，亲耳听见他只叫了7声“周哥哥”，但是却叫了76声“龙小弟”。大师兄，你要是继续把易欢留在康熙身边，那他的心早晚有一天可就不是你的了。你还是赶紧把他撤回来。我撤不了，铜匣还没有找到，鳌拜埋伏在明珠谷的内奸，也没有查出来。